我是谁呢？蓝色、红色和透明的我，黄成慧文图，月亮画。一开始，我是一个小小的圆，虽然大家都是圆形，但又并非一模一样的圆。大家都在静静地等待着什么。然后有一天，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那是梦想，梦想是蓝色的，非常巨大。蓝色的梦想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蓝色，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蓝色。热情也来了，它红彤彤的，非常强烈。红色的热情给每个人都留下了红色，又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红色。想象以透明的样子来咯。所以它可以成为任何形状。矛盾也来了，虽然它让人头疼，但它留下的图案非常美丽。然后有一天，尖锐的痛苦袭来。痛苦是黑暗的，它几乎把我们压倒，似乎一切都要消失了。我们竭尽全力，冲破黑暗走了出来，温暖的光芒迎接了我们。痛苦给我们留下了痕迹，因此我也有了黑色、蓝色、红色、黑色，透明而复杂的我。我喜欢这样的自己。我们都是蓝色、红色、黑色和透明的，但是又各不相同。